各位兄弟平安咱今仔日是北区大专时光纪念主日甲建堂的奉献，请咱来准。咱即马开始来串联信息咱两条的信息，咱一般来讲，咱要来做礼拜，咱是用真欢喜的心情来到伫主的面前因为咱的教会内底就是真侪上帝的圣殿，伫即个所在，咱爱用欢喜快乐的心来遮来阿罗主上帝。所以咱第一条诗歌就要唱信息250首，伊这内底伊的歌词差不多拢是照诗篇148篇，规篇的迄个内底的内容所写的部分。原来即条诗歌伊的歌词毋是安尼，到尾咱的陆先春牧师，咱知影陆先春牧师，伊是专门第一。伫迄个所在内，伫咧咱教会台湾教会信息的时间30几年久，所以伊全来照诗篇148篇规篇伫遐来小略略小修改一下真侪咱今仔日所要唱的诗歌。第一节着阿罗上主是安怎，咱着爱阿罗上主。咱先来看诗篇148篇第1节到第3节，咱做伙来念来。恁着阿罗耶和华，对天顶阿罗耶和华，伫悬的所在阿罗伊，伊会种暑假恁着阿罗伊，伊会种天君恁着阿罗伊，日甲月恁着阿罗伊，发光的星星恁拢着阿罗伊。咱着记得无？咱所有一切，天地星星，咱看创世一记第1章第1节就伫遐讲，上帝用出喙讲有光就有光，所以咱着想着上帝第1天的创造。咱来唱第1节，来，着阿罗主上帝。第2天，上帝讲伊在分开穹苍的水，所以天甲地就安尼来来分开。所以咱来读诗篇148篇第4节到第6节，来，天顶的天甲天以上的水恁拢着阿罗伊，这个拢着阿罗耶和华的名，因为伊一下命令就拢受创造，伊将这个建立到永永远远，伊有定咧定咧袂废无。所以伫这所在，上帝一出嘴，伊讲有啥物就有啥物。咱来唱第2节，定来定明的天甲水。第3日到第5日，上帝就先创造海内鱼、天顶的飞鸟、所有的菜色，以及所有的虫豸精生。所以咱来唱第3节。一切前面大雨。他拖拢着阿罗
一天创造什么呢？创造咱世间的万人，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来看世间万人当年拄开始，上帝创造亚当甲夏娃，结果咱若创世纪有读落，看以后变做安怎？有世界的各种的迄个阶级吼，所以有官长嘛吼，有君王人，有万民，有查甫的，有查某的，有老人，有细汉囡仔，总是遮的所有，拢一切爱来学乐上主。所以咱来唱第四节来。世上君王万民，一切贵族官长，青年男女世人，大小男女老幼，拢要为主，学乐青山，因为这样尊贵无限。所以对遮个所有的创造，咱就要来学乐上主，因为咱的主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阳光搬过天甲地，伊兴起选民，当然迄是以色列的民，总是咱今仔日嘛受到伊竞选，来到伫上主的迄个圣殿，咱有一齐来欢喜学乐耶和华，这是上尾一节。过来咱做伙来读信息250首的 B， 用这个来做咱的信仰的告别。来，主上帝，阮来学乐尊重你，宇宙的一切是对你才有，你予阮活，无你阮就袂生存。当阮还袂出世，时间还袂开始，宇宙还袂形成以前，你就存在。当时间结束，宇宙消灭的时，你还袂存在。无任何困难会当夺去你的权能，伫你奥妙临在的造成，阮只有着清真，因为人的话永远无够也他称赞你的荣耀。所以咱唱第一节时，爱情平静欢喜的心来学乐上帝。今仔日牧师互咱的做就是讲伫厝内底，大家爱互相接纳，爱共一个心。所以今仔日第一条回应的诗歌是主掌管互相接纳。咱知影讲，伫即个所在，虽然有即个歌词咱受到陆先春牧师，咱第一条是陆先春牧师伊主投入伫个山地的宣教中间，伊家己少年的时阵真丧乡，伊家己毋甘食，留予伊的囡仔一家伙仔拢总12个人，留予因食，所以伊有经过迄款丧乡的日子。伫个丧乡的日子中间，互人看袂起。咱知影，伫咱台湾的社会嘛是共款，伫三胞原住民嘛是互人歧视。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知影，拄啊，咱第一节讲，上帝创造各种的人，无共款的人。伫今仔日的社会制度中间，有人是做啥物阶级的，有人富有，有人丧乡，总是伫即个所在，今仔日就要甲咱讲。咱爱互相接纳，伫主内底，咱是共一个水，共一个信神，共一个主，所以咱伫主内底互相接纳，不管伊是啥物款的人，咱嘛用疼来互相接纳，咱做伙来唱第一节，备来，主在我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我，让我做兄弟姊妹。主求你
拜的主题就是同心合意，所以咱较等咧，信歌队伊嘛是要甲咱唱的诗歌是自集合意，所以咱望今仔日会当伫即款的信息中间来讲做咱规个礼拜中间的收获，咱准备心来做礼拜。各位兄弟平安，今日是北区大专曙光纪念主日，甲咱的建堂奉献主日请兄弟关心奉献。特别另外报告的是，即摆的即个大专曙光纪念主日的奉献，咱会直接汇到大专中心以上。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祷告。全地着上主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上主，唱歌来到伊的面前。三甲来吟诗学到上帝圣诗250首，250首，请起立。
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多人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62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请113页。启应文62篇，为利比人书第2章。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同心来祈祷。万军的统帅上主，阮的天边上帝，愿全地拢对你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你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你的荣光。阮要对你讲，你的所做到遐通惊，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德要降服伫你，全地要敬拜你，今世称赞你，学乐你的名。如比怜悯的上主，阮也要恳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阮有罪恶，伫阮的社会、规个台湾，甚至全世界，也有真侪无公平、无公义的事。阮为着家己的利益，为着私欲，掠家己做义，互相批评、指责，甚至相杀、相战。阮知到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还未收煞，伫非洲苏丹的内战也造成侪死伤。阮恳求你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阮的过失，将阮的罪恶甲不义一尽洗除，洗清阮到无罪。也恳求上主赦免阮这不义的管家。阮无遵照你所交代的，好好来管理这个世界。比较极端的气候，伫台湾甲全世界发生的几率哪来哪悬？经过烧热的天气，比较几个所在的人着山来过往，放旱造成的欠水，或是严重大水造成淹水，也是崩山的灾害不时发生。求上主怜悯阮的无知甲不义，互阮通反倒转来归应你，使阮教业的财目，甲是阮做尽忠的管家，来管理保守这个世界。今仔日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感谢上帝差派贾牧师来管教会讲道，也愿你的圣神感动贾牧师，
互伊带着你想事的气力甲智慧，开拓你的道理，来利益阮众人。求主保守阮伫各大专的中青团契事工，若坚固阮教会大专青年的信仰，也为正做所有未捌听见你福音的好消息的大专青年的帮赞。也求主帮助阮香山教会大专青年，祝福福音，互因会当伫学校有好的名声，利益众人；伫教会有好的服侍，也尊叹你的道理。求天父上帝保守阮北区大专事工委员会甲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政委员、工作者以及同工，赐互因教育用的智慧来面对各种的困难甲挑战。伫旧年底，阮中会干部愿意将正教会纪念大专事工的奉献的春叶交予大专中心使用。伫顶个月，佮用真好的方式拒绝阮尽力服侍大专工作者的项目申请。阮实在毋知为虾米遮个互人背北的代志会临到阮的大专事工。阮伫真毋甘、心肝真艰苦的上时，犹原要求叫你的名。恳求万权能的天父上帝坚固阮的大专同工的信心，互因伫大欠客、真来大背北的时，犹原记牢上帝。也恳求上主唤起阮正教会兄弟姊妹关心大专事工的需要甲困境，伫基督中来纪念。也恳求主兴起更较侪兄弟参与伫大专事工中，愿诚心排列以上的祈祷。即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诵。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段17章20到26节。伫台语汉字本新约127页，和合本修订版新约170页。新约约翰福音段17章20到26节。我毋但为着遮个人求，也为着对因的话来信我的人求，互因拢做一个，亲像爸你踮伫我，我踮伫你，互因也安尼踮伫咱，就互世间信你找我。你所予我的阳光，我已经互因做一个，亲像咱会做一个。我踮伫因，你踮伫我。互因为完全来做一个，互世间知你找我，也知你疼因亲像疼我一样。爸啊，你所予我的，我爱因伫我所伫地的所在，也甲我三甲伫遐，互因看见你所赏赐我的阳光，因为创造世间以前，你已经疼我。你的爸啊，世间袂捌你，独独我有捌你。遮个人也捌你有找我。我捌用你的名指示因，搁要指示因，互你疼我的疼痛踮伫因，我也踮伫。请谢会馆牧师讲道，题目是合一为主。大家大平安。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吼。我是总会大专干事教育班牧师。伫2021年以前，我拢伫高雄，所以我正是伫高雄大专中心服侍，服侍22年。所以2年前倒来台北吼。虽然我是台湾师学院毕业的吼，总是我离开台北真久啊，所以对这个所在有足侪青春的所在。那亲像搁咧重新适应环境吼。我甲咱的陈牧师，伊是学妹啦。我捌伊的时阵，伊是大学部的学生吼。总是我即摆搁看着，我差不多20几年无见面啦吼。今日搁看着伊，感觉伊永远甲我捌的共款，就是拢是迄种印象中、记忆中迄个真古水的一个学妹吼。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恩典吼。所以当台北大专的人讲问我讲谢姐，你会使斗相共？来阮大专主日来去分享的时阵，我就讲做一个大专干事，这是一定爱吼。就是讲，我望讲会使通过安尼的帮赞，互咱的大专中心，伫无论是倒一个地区，拢会使诚做即个地区的祝福，嘛是一个教会的祝福。所以真感谢上帝，会使今日会使来到咱的教会中间，甲咱来做伙分享上帝的话语。咱做伙来祈祷。主愿感谢你。阮即个福分，诚侪你的囝儿，阮三甲组织伫你的殿堂中来敬拜主你。阮求你的信心踮伫阮的中间，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起你的话语，诚做阮的帮赞，伫阮的生活中间，通活出基督的香味。阮将即个时间分别做成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台湾人是一个最爱看运动比赛甲欣赏运动员的国家吼。所以无论是咧看美国 NBA 的篮球比赛，还是看棒球，像3月迄个经典赛吼，足侪人咧看嘛，亲像其实毋是咱台湾得冠军嘛，哪亲像咱得冠军哦，全部的人拢足兴奋的吼，那亲像一个全民运动。所有的台湾人，无论是男女老幼，拢真爱去参与，真热情来看，也是参与。总是无论是篮球还是讲棒球吼，拢毋是一个个人性质的比赛。伊拢是一个团队合作，每一个人伫你家己的位置爱做好，爱担起这个责任，你绝对袂互家己因为家己的胜误，你互即个队伍来失去即个胜利。所以伫球场内底每一个球员，你无论是徛倒一个位置，你做一个位置的人，你拢爱知影有一个共款的心志甲目标。咱必须爱同心合一，才会使达到最后的胜利。而且即个胜利绝对毋是一个人会使达到。即个胜利是爱全队做伙合作，同心合意。每一个人尽家己本分，才有法度来达到即个目标。
所以即种同心合意为着目标做伙努力的态度甲行为，嘛是适合伫咱无共款的环境甲工作顶面。当然嘛，包括咱正教会甲所有的福音的宣教事工，也是讲所有的福音的机构。咱的最后所基督嘛是通过安尼来提醒咱，嘛要教示咱，军队耶稣基督的人，你爱知影同心合意，是要来成全上帝的圣工。这嘛是耶稣基督的祈祷。所以咱今日所看的经文，约翰福音17章是耶稣基督的祈祷文，这嘛是所有的福音书中间上长的祈祷文。约翰福音17章是耶稣伫搬过节暗顿的一个祈祷。这篇的祈祷是福音书中间上长的，伊分做3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第1节到第8节，耶稣向上帝祈祷，才有出现5遍的阳光。即个阳光拢是甲上帝连做伙，也就是讲，下伫咱的信仰的精神，甲你们所强调的，一切阳光拢归乎上帝。因为咱人拢是有罪的人，咱拢是有软弱的所在，所以咱无论做啥物货，咱是无得通来夸口的。咱所做一切，拢是要归阳光互上帝。这是足重要的一个提醒。无论你外头，也是讲你感觉你真有成就感，拢是请你毋通袂记哩。咱所有一切拢是伫上帝的旨意下面，所以咱一切拢爱归因光互上帝。一个会将家己的将一切来归因光互上帝的人，伊会足谦卑来看待家己的生命所经历的每一项的代志。第二是第9节到19节，耶稣为着伊的学生甲军队者来祈祷。这个军队者有足侪是对加利利的军队耶稣到伫耶路撒冷的富人人，嘛有袂少的群众，所以伫第6节有讲，这是对即个世界选调出来的人，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就是一个真特别的世界中间选调出来的人。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中间，毋是祈祷上帝互这个军队者通离开即个真苦难的世界，伊的祈祷是讲，互因有够额的气力来脱离迄个歹的试探甲迷惑，来脱离迄个歹的试探甲迷惑。第3是第20节到26节。也是咱今仔日所看的经文，而且耶稣为着所有接受福音信息的人来祈祷。这段祈祷文中间用5遍，互因拢成做一个，互因拢成做一个，华语叫做合为一。所以伫遮真清楚来指出讲，是信仰内面，咱拢是一体的，是一个合做一个的大家庭，是超越也是排除一切种族、文化、历史甲传统的阻碍。伫今年的 WCC 就是普世大会，伫8月31号到伫旧年伫8月31号到9月初5，伫德国来举行。咱台湾嘛有派大学生去参加，一个大学生去参加，伊的会前会吼，嘛咱总会嘛有派代表去参加整个的年会。特别伫9月初5有一个工作坊，这工作坊是讲，互台湾的遮的代表，因来做一个讲座，互台湾Can App， 就是所有的人来做伙，甲台湾的代表来讨论相关台湾的议题、局势，来分享互这大会所有参与者知影讲，台湾即摆面对啥物款的状况。虽然阮伫苦难中间，虽然阮伫足侪的危险中间，总是阮犹原会当成做帮助者。所以特别伫迄个疫情的中间，台湾送足侪口罩出去的吼，这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个真感恩的礼物啊。虽然台湾犹原足侪的威胁吼，特别咱台湾伫两岸中间即种威胁，可能咱踮伫台湾的人感觉讲也无啥物感觉吼，总是国外的人比咱较烦恼呢。我旧年去日本开会时阵，所有日本牧师拢问我一个问题：恁会惊无？其实我一开始毋知咧问啥吼，我讲应该恁较惊吼，因地动诚济，应该恁较惊。伊甲我讲毋是，中国啊飞弹来你会惊无？讲，抑毋过伊踩足侪年呢，踩足久啊，所以阮可能无啥知影惊。话讲一转就讲，这较是足惊的代志，因为拢袂惊，咱会理解无？因为咱已经失去迄个境界啊，所以伫外面人看台湾，替咱足烦恼。踮伫台湾人是安怎？神一切平安吼，总是这嘛是咱爱真烦恼的代志，敢毋是？咱有危机意识啊！咱爱知影讲，咱伫这处境中间，总是毋是地到互咱烦恼到惊到，毋知影要做啥物货。
是知影讲伫危险中间，我虽然真惊，总是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去面对我的苦难。这才是咱的信仰的一个表达。啊，即道的 WCC 的代表的主题的题目是基督的疼，催逼咱，也是讲带动世界行往和解甲合一。WCC 是经过9年疫情了后，较举办的一个世界基督教的世界大会。伊第一幕用疼做大会主题，伊是要回应讲呼应即个疫情甲即个真混乱的即个局势。后续咱的长老基督中间讲，即全世界即马做一个战乱的，即个天灾人祸，伫即个真混乱的局势中间，伫即个世界中间，正教会要安怎伫主内底团契、和解甲合一的一个行动，这是非常迫切的，非常及时爱做的。也就是讲，伫困境中间，又爱找寻基督的疼，来行往合一甲和解。若是咱今日要对约翰福音17章20节甲26节，咱做个一遍来家己来思考，咱每一个人伫咱的教会基督的身躯内面，咱家己敢有尽咱逐人做肢体连结的本分？也是咱做伙来反省，咱的教会甲同神的兄弟姊妹，敢有伫咱的教会甲信仰生活中间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祈祷无？也就是讲，咱敢有用行动来实践，咱拢正做一个会合一的精神无？若是耶稣为着教会祈祷是啥物货，咱嘛做伙来思考甲来学习。大先，伊要求信徒着爱正做一个，亲像伊甲爸合一共款，是伊踮伫爸，爸嘛踮伫伊内面，互咱拢踮伫基督内面正做一个。伫遮所指的合一，毋是指组织甲行政上的合一，嘛毋是讲教会即间教会甲迄间教会合一，是一个关系合一。耶稣甲上帝有连结，所以因着有关系连结。若是咱甲耶稣有连结，咱着甲耶稣有关系连结；若是咱甲耶稣有连结，咱甲上帝嘛有连结，所以是环环相扣的。若是你只有甲你家己有连结，你甲其他人拢无连结，安尼别人甲你嘛无关系啊。所以，即种的连结是一种关系连结，毋是即种看会到形式上的连结。若是无关系通结连做伙的方法，着需要种关系来结连做伙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相疼的心。所以耶稣要求咱人，因为咱是听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彼此相疼，而且无需要提醒咱，毋是因为你真水所以我听你，是因为我听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咱才会使彼此相疼。即种合一绝对是人的内心，你愿意有彼此相疼、相合的关系，所来建立起来。咱必须爱理解一个事实，就是咱是真多元的，每一个人拢真多元、真特别，嘛真复杂的。咱今日坐伫台仔骹，可能拢做伙咧看圣经，可是我心思可能无共款。我可能想讲，我等下要去倒，还是我阁有啥物代志未做好，还是今日食无输，头毛无洗好，可能拢会想即种物件吼。因为咱的思想真多元啊，咱无法度去理解你边仔迄人咧想啥。因为安尼，所以咱是无共款，咱有无共款的态度甲想法。总是即种无共款的态度，会因为咱听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彼此相接纳。这是这段经文咧提醒咱的。其实讲敬拜有无共款的方式来表达，教会组织嘛有无共款的所在，总是基督徒的合一是超越一切，伫三头中间、三条中间来相结连，互咱造成合一的总的ท็概就是咱听教会组织、传统礼拜仪式，较赢过咱彼此相疼的心。也就是讲，咱而且咱若掠人做中心，咱会真容易袂记哩耶稣基督的教示甲基督啊。咱会将上帝塞真远，咱的教会甲信仰的生活中间。头拄咱咧看咱的周报中间，咱知影咱要建堂吼，建堂就是咧展现咱敢有相疼合一的心，这是足明显的。牧师是一个机构牧师，我常常爱去做一间教会讲道。若是即间教会，阮老听着讲，某一间教会因为建堂安怎，我就想讲，咱的目标毋是要因为建堂，互搁较侪人要来吗？较咱先走，教会内底人较先走，安尼发生啥物代志？也就是讲，这咧提醒咱，建筑不是死的，人是活的。咱即群活的人咧起造一个死的建筑物的时阵，爱将活的基督放伫即个死的建筑物内底啊！啊无，教会就是一个建筑物尔。真是我今日会知影坐计程车过来吼，因为载我的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伊嘛是基督徒。
伊是聚会所的基督徒吼，所以阮其实无咧辩论啊，只是讲咧对话中，阮知影讲啊，有足侪个物件是无共款的，总是有共款的，就是阮拢真听耶稣基督，这是共款的。所以就我讲，伊毋知影松山老河夜市有一间教会，我讲对啊，有一间教会。可是阮开袂来时阵咧找时，我就想讲，啊，若是咱的教会要互人看会着时阵，咱是要安怎互人看会着？因为有当时真正会其他的建筑物挡住啊，你也一个毋知影所在，就找无呢。像我外地人就找无啊，真正会找无。所以总是我感觉讲，啊，咧建堂表示咱要将咱的教会安怎插出去，互搁较侪人看着。那安尼，请咱真坚固咱三听的心，三听合一的心，才会使来去做教会。毋是要去做建筑物，是要互耶稣基督去做伫恁的生命中间。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咱有当时真容易坚持咱的立场，所以咱会采取啥物拒绝对话，还是咱无接受其他人意见。啊，这种态度、这种坚持出现伫教会中间，就会造成兄弟姊妹中间的对立甲冲突，真容易失去三听的心啊。那安尼教会就成做一个战场啊。啥物人，恁真悬道理的一个战场，毋是咧三听的战场。你若坚持家己是对的一个态度，有可能造成教会只有看重家己内部的代志，去忽略其他的代志，包括其他的福音事工的重要性。像讲大专宣告事工，真正需要咱正教会甲兄弟姊妹的支持甲奉献。所以每一个中会拢会为着大专宣告事工设立一个奉献主日，是毋望正教会甲兄弟姊妹，咱会使因为听上帝恩故。甲咱结连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关系，咱用咱的行动来参与即个宣教的事工。若是教会坚持教会志向即种的立场，是会拒绝即种合一甲传福音的机会，安尼就失去互相结连啦。所以咱失去，咱可能表面上是感觉失去即种支持大专福音宣教的稳定，总是搁较重要是咱教会嘛忽略，也是拒绝耶稣基督的基督甲期待。请咱记，这是耶稣基督的基督啊！伊的基督就是咱当时的兄弟姊妹伫基督内面三听合一啊，这是伊的基督。另外，咱对耶稣基督的基督通知讲，伊认为讲只有基督徒的合一，才会使互人相信基督教的真理，甲认捌基督。教会外的人来看到信徒之间的分裂，也是教会甲机构中间的对峙光景，是无法度去相信基督教信仰的价值。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拢有责任爱家己当时的兄弟姊妹内面表现出基督的听的合一，来回应基督为着咱的基督。若是安尼，基督徒伫合一的生活中间交流是啥物货？咱要用啥物款来做交流？就是分享荣光甲分担苦难，分享欢喜的代志，嘛爱互相来分担苦难的代志。那亲像《使徒行传》第2章所讲的基督徒的团结生活，伊传达的是讲兄弟姊妹交义的根基是伫基督内面同心合一，有共款的心志，做伙来努力。另外一种的分享就是甘心乐意，耶稣基督做中心的分享。当时的兄弟姊妹通过分享，互咱彼此的生命搁较成长，互咱会使搁通过安尼交义，搁较彼此了解。知影甲对方的欠缺来互相补足，所以基督徒的合一是伫基督内面分享喜乐、分担劳苦。所以我毋知咱在座兄弟姊妹敢有经验着即种，伫咱的教会生活中间，啊伫团契生活中间，你敢有经验着咱伫基督的厅内面分享喜乐、分担苦难即种的生命的合一，也是讲分享的经验无？若是有，咱会感觉咱真幸福啊！我家己来台北的时阵，因为我做者学生伫台北吼，有做者人会烦恼讲我伫台北的生活吼，其实我家己嘛足烦恼的吼。阮南部人做热吼，逐工拢做热吼，则逐工拢落雨吼，对我来讲这足歹适应的吼。我逐工起来第一就是打开窗户，较搁咧落雨啊，我较看无着太阳吼。我伫高雄逐工嘛日头，拢嘛无看到日头着吼。再来咱无看到日头，迄种的感觉真特别吼，嘛感觉有点仔思乡吼。我的学生会感觉讲，我即个高雄人吼，高雄人可能毋知影我伫台北生活，所以我当来时阵吼，有做者学生会问我讲，拜六礼拜我也伫台北，就问我讲，谢姐你要伫佗？
你敢有伫台北无？我讲我有，伊就讲啊无咱就出来食一下饭咧。我搬厝诶时阵，伊就烦恼讲啊是毋是无物件，无遐家是啥物碗筷迄吼，因传出济来啊。我想讲为啥物传啊济互我？我一个人住尔。啊，伊第二句就讲，阮就是想要来恁兜，你煮互我食。我想讲这嘛是一种分享啦吼。总是迄种感觉，就是哦，原来佫有人少年伫。虽然我学生毕业足久啊，像我今日要来松山讲道，因就讲啊，有就问讲啊，我爱陪你无？我讲啊，你着来做礼拜，毋是陪我。啊，这嘛是一种分享啊。所以我感觉一个基督徒，若是我住伫咱的生活中间，不管是你的教会生活、团契生活，兄弟姊妹生活中间，你体验这种分担喜乐、分担乐果伫基督的厅来分享的时阵，是无法度去计算偌济啦。你着亲身经验着，原来上帝伫咱中间就是安尼啊。阮嘛，咱每一个人拢有即种的生命经验哦。那安尼，我感觉你要共分享讲啊，来做礼拜，来教会听道理，你较讲会出来啊。啊无咱可能对袂着爷妈祖，逐个做认真去爷妈祖，对无？所以咱爱知影讲，咱来分享啥物货，一定是你家己的生命经验着，迄种的美善，你较法度去分享。第二就是，耶稣上帝赏赐互伊的恩光，一定赏赐互伊的学生啊。啥物是耶稣基督的恩光？是理解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光。耶稣完全顺服上帝是伊的恩光，所以耶稣的一生就是恩光上帝，互人伫伊的生命中间看出伊甲上帝的关系。所以耶稣嘛愿意伊的学生看到上帝赏赐互伊的恩光，嘛愿意分享互伊所有的人看到伊的人生的经验，就是恩光归互上帝。所以教会目的、生存的目的嘛是安尼啊，咱就是要将耶稣传互咱的上帝恩光来分享出去。宣扬出去，将耶稣基督伫十字架所显现迄种自我的牺牲的疼分享互人知，互咱有机会得到即种的救赎恩典。耶稣基督的军队者，就是咱每一个人，着爱安尼来回应伊的恩光。所以耶稣最后祈祷是为着伊的学生的合一，通诚做互人因为安尼来信耶稣基督记号。因为当人若是看到信徒之间的合一，就会认出讲，伊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所以信徒着爱彼此相听，那亲像耶稣踮伫因中间共款。两兄弟姊妹合一为着主，绝对毋是一种口号，只是一种信仰的反省所产生出来的生活甲行动。着爱记个，咱的合一毋是要壮大家己啊，毋是要归因光互家己啊，是要来因光上帝，宣扬甲见证耶稣基督的疼甲救赎。所以即种的合一，毋是一种的统一，嘛毋是一种和平哦，是会晓欣赏甲尊重彼此的无共。互每一个人伫耶稣基督的身份，就是咱的教会发挥你家己的恩赐甲特质，互咱的肢体功能会使来壮大教会。通过教会壮大，互人看到上帝踮伫咱中间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的合一绝对毋是要互人讲啊，我教会愈大间，迄毋就是合一，毋是啊。是安怎？是要互人看到上帝踮咱中间，通过咱的生命展现出去。咱会共款，咱的大专宣教事工嘛是安尼。我常常甲我学生讲，恁就是福音的大使啊。我一个学生甲我问这个问题吼，我当初咧带团契时阵，伊拢甲我问讲，啊，谢姐要安怎互人来团契？伊嘛足苦恼的啊。因真正即摆青年吼，要叫因开口共邀请，迄是比杀了他还难。无法度开口啊。我有一个学生，我甲伊讲啊，你今生电访，你着电话拢互你啊，你着敲电话你的学弟啊。然后讲谢姐，我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你有猜过这种答案无？我讲啊，不知道怎么打电话是什么意思？伊讲我打起来，我就不知道讲什么了，因为他不认识他嘛，伊毋捌你啊。我讲啊，难道要给你 SOP 吗？怎么打电话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吗？啊，可是从安尼反应，我就知影讲，即摆这个世代的囡仔，因较活伫家己的世界啊。伫活伫家己世界，因要安怎去踏出一步，是需要人排斗相共的，啊无因真困难。所以咱做事大人的，毋通无耐心吼，因为咱的世代甲伊世代无共啊。哦，咱的世代是做事较有人的，哦，安尼兄弟姊妹相甲组织，也是团结生活，
拢感觉足自然的。可是伫疫情了后吼，愈来愈深个人化了后，因着真困难去踏出去。那安尼，咱爱诚侪因的帮衬啊，毋是甲因讲啊，恁较拢无爱做，伊是因搁咧学习要安怎做。所以，这世代的问题是咱有当时我会想讲，世代问题其实解决嘛足简单，就是咱活转像倒去想看觅咱家己少年的时阵，你少年时阵上讨厌是啥物代志？有可能就是你的囡仔即马上讨厌的代志。你上毋望你的爸母了解你的代志，有可能就是你的囡仔即摆青年毋望是大人较了解的所在。咱若换位思考者，你会感觉讲其实无遐尼困难。然后我嘛常常甲我学生讲，你毋通甲你爸爸妈妈当做提款机啊！你无钱，较敲电话倒去，其平时拢袂敲。我讲你会使甲网友根本拢毋捌你会使讲3点钟，你无法度互你的妈妈30秒，这是足大的问题啊！这毋是你爸母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我有一年真好耍吼，有一年阮的团体母亲节的时阵吼，阮着玩一个游戏吼，着请伊每一个人爱打开扩音哦，敲电互你的妈妈，只要讲一句“妈妈母亲节快乐”，安尼就好啊。即句就好啊，即句就完成任务啊。阮团体10几个，每一个人拢打开扩音吼，抽签啥物人第一个就第一个敲，第一个敲拢足困难的，知无？连要拨号互伊妈妈都足困难的。要打来甲伊妈妈讲母亲节快乐足困难，安尼张来张去吼，张到到尾无法度的，大家拢甲伊拱上去了，一定爱敲。伊敲的第一句，饲迄个赖第一句了，通了，伊还袂讲妈妈母亲节快乐，妈妈就讲你是毋是无钱啊？哦，我想讲，啊，开即种对话则特别。阮10几个学生诶，差不多10个拢讲同款的话，妈妈拢讲同款的话。妈妈讲即句了，囡仔就毋知要怎讲母亲节快乐。哦，迄实在是马上现出原形。啊，了，阮就讨论讲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遮青年有这个理由，总是我甲伊讲一句话，讲天下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没有白白得来的，关系都要建立的。你也要甲你妈妈关系好，你上无嘛要表出诚意嘛。不要每次只有把你爸爸妈妈当提款机，或是看门的门房。妈妈你在家吗？为什么要在家？因为我没有钥匙。哦，这拢足奇怪吼，也是传风当作寄回家，这拢足奇怪吼。我拢甲我学生讲，没有理所当然，而且你大学生啊，你是成年人啊，你要学习怎么样独当一面，承担责任。啊，做爸母嘛共款啊。我也捌遮个爸母甲我讲吼，讲啊谢牧师啊，我惊我囡仔无食饱啦，腹肚枵。我想讲台湾即马足少人饥荒而死的吼，应该活会落较短吼。伊就讲足侪陈述，伊骗了，甲我讲一句讲，啊你会使摕2千块互阮囝无？我惊伊腹肚枵。我就感觉伊的囝腹肚枵，这是一个足有趣的事情。我就甲伊的囝问了，讲你是毋是腹肚枵？伊妈妈惊你无钱。啊，就开始另外一段孩子的反应哦，伊就感觉足生气的讲很丢脸，为什么会跟辅导讲这件事情？我就讲，其实我觉得我很为难，我是爱甲你讲，这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讲，咱世代甲世界之间是需要各自一起努力的，彼此了解，较有法度来建立更较好的关系。毋通袂记哩，咱拢是耶稣基督所疼的囝儿。咱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疼三甲自责的，特别你还阁是有亲情的关系的时阵，这阁较重要。今日是北区的大专主任，咱台北大专主任甲大专的宣教事工，就是用这种海域为着主的意向甲目标，咱是做伙来培养、招聚、关心、培养大专校园内底的青年，互因伫大专的时阵有机会认捌上帝，通过大专团契，甲中心的关心。邀请因进入教会，开始有教会生活，互因有机会成做教会一份子。所以，大专宣教事工绝对是一个合作事工，就是教会提供大专青年名单，互因成做教母伫因的中心团契中间邀请伊的同学来参加团契生活。电会甲教会就是后勤单位，大专中心甲团契的支持者甲帮衬者，帮衬者的大专青年，特别是外地也是无导友。伊会使来适应教会生活，有一日因成做教会的上帝的囝儿。我常常讲，大专中心是有时间性甲独特性的。
咱有可能，咱是无可能将这个大专青年留伫大专中心嘛？伊也留伤久，我嘛足烦恼呢。我听真正报学生甲我讲，谢姐，我真的喜欢我们团契，我希望能够多留一点。我就甲伊讲，我也很喜欢你，但是我希望你赶快走。日期满了，时间到就该走。这里不是你永远的家。但较上这4年，毋通读到变成医学院。这是有时间性的。阮会使伫因即个时间性，真特别的时间性中间，帮助因伫咧开始学习独立思考、判断甲找找生命意义的时阵，大专工作者陪伴这个青年，找找即段旅程啊。这是要用即个时间来陪伴的。这个青年，因到落尾，较会较转因的教会来扎根，较会使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教会诚做因最后倚脚的所在。所以中会、教会、大专中心应该是合力合作，来发挥咱每一个无共款的特质甲因素，咱做伙来培育大专青年。因为咱的终极目标是啥物货？就是为着主来找找、培育大专青年，互大专青年才做咱社会甲教会领导者甲帮助者。这也就是我到20几年了后，我阁游玩伫大专做服侍，对第一线退到第二线，拢是咧关心大专青年。我毕业到明年是30年啊吼。我除了5年家己无月以外，我拢是伫大专内底。这20几年中间，我看到足侪的可能性。有人问我讲，食无书你敢要继续伫大专？我讲，咱若是无好啊陪伴青年这段时间，日后咱就找无，咱的教会就找无人才来起做教会啊。这是咱爱付的代价啊。有可能现时阵看袂到。我相信讲大专工作者、大专工作绝对无法度现时看会到。你是爱家时间留足长的，亲像恁咧培育你的囝儿共款啊。你培育伊到伫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可能佫看袂到要过对无？可能佫爱留较长咧。有一日伊看会到，因为你有投资啊，而且你有陪伴。咱的教会就是投资，陪伴是啥物人？大专工作者，因的辅导，所以是爱做伙来同工的。所以若是咱有感动的，请咱用咱的行动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祈祷，合力为着主来宣扬福音，互咱的大专中心甲大专工作者，拢有气力甲经费来维持每一项造就培养大专青年的一个事工。咱的奉献甲支持，就是每一区的大专中心会成长甲稳定的力量。所以伫咱的州部内底，也是讲咱的伊仔头前，拢有即个奉献地。即个奉献地就是北区大专纪念主日的奉献地。无论咱奉献偌济，拢是一种的参与甲支持。嘛是咱邀请咱做伙来培育咱的教会青年，培育咱的大专青年，互伊成做咱教会未来的愿望。愿望伫基督的听内面，咱分享祝福，嘛是咱同时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祈祷，三听合力为主连结，讲传福音，荣光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互阮诚侪你的囝儿，互阮有份参与伫大专的宣教事工。阮知影培育青年是一个真长、需要投资、需要时间、需要听候的一个事工。主帮助阮有耐心去听候，有听经去培育，有信心来去宣扬。主，阮知影这拢是对主你来的恩典甲祝福，嘛是你的教示甲你的祈祷，互阮三听合一，为主来兴起青年。有遮青年们通过安尼的关心甲培育，嘛诚做荣光上帝去据。阮将这一切拢归荣光互上帝。安尼祈祷，靠主要说明来恳求。阿门。请掀开周报来读今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我点伫因，你点伫我，互因为完全来做一个，互世间知你找我。也知你听因亲像听我一样，约翰福音6章13节。我点伫因，你点伫我，互因为完全来做一个，互世间知你找我，也知你听因亲像听我一样。约翰福音6章13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85首，485首，请起立。
坐奉献，请陈庆仁长老、蔡淑芬长老甲市公务长老来负责建堂奉献，请谢秀雅执事、赖依嘉执事甲詹玲仪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请看《周报》133页消息报告。第3点，今仔日是北区大专曙光纪念主日，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特派谢慧关牧师来讲道请安，感谢谢牧师，也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第4点，今仔日中昼12点半要举行暑期花莲福音队第1届的筹备会，请队员参加。牧区消息，将年团契定4月26拜3早起10点举行团契聚会，邀请谢秀雅执事勉励分享，请客友参加，有备办长斗等。奉献部分若有订单，请找财务组中级订正。周间的聚会甲后礼拜圣工事奉，请家己看。请陈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大先来介绍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董威庆先生，欢迎。伊是谢牧师的学生，以前所带的学生，欢迎伊。这是咱来为着咱的请坐，这是咱来为着咱的遮公道的事项来祈祷。大先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师，
第二，咱为着建堂的事工。第三，咱嘛真恭喜余文伊伫昨昏已经生产，咱恭喜，恳求主继续保护伊做月内的安尼生活。咱嘛为着齐云甲舒迪因的怀孕过程继续祈祷。咱嘛为着伫厝里疗养的遮兄弟姊妹，启胜兄、邓妈妈、金生兄、林鹤姐、素贤姐、道明兄、美容姐、民主姐、阿淑姐、俊成兄、阿卡姐、昭雄兄、来富姐、应轩、张老师、龚基姐、陈基雄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谢田兄、明理姐、阿玉姐、郭元兄、东龙兄、幼庄兄、李雀老师，咱嘛为着今仔日所听见大专的需要来祈祷，咱开喙为着遮个事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做伙伫遮合一，做伙伫遮来敬拜、来祈祷。主，阮相信，当阮伫遮谦卑祈祷的时，主，你要听阮的祈祷。主，总是有真侪祈祷，若是无合你旨意的，也恳求你来修正；也合你旨意的，也恳求你指示阮安怎来行。主，阮恳求你保守阮的教会，互阮无论伫大样的事工，也是建堂的事工，拢有上帝你的引带，也将教会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怀孕的姊妹，阮为着齐云甲舒迪继续祈祷，恳求你保守因甲因巴肚内囡仔。阮也为着余文甲余杰因来献上感谢，昨昏因已经得到一个健康的一个后生，主恳求你保守即个家庭，也互余文伊恢复会安尼伫做月内日子会当真平安。主，阮也要为着身躯欠安的遮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你保守，互因每一日会当哪来哪健康，也保守因厝内人，互因伫陪伴的时，互因有较侪疼心，互因会当伫遮来陪伴因厝内人。阮嘛要为着阮的世界甲台湾来祈祷，恳求你帮助，除去遮中间真侪无公义的代志，互阮会当伫即个世界会当为主来做好的见证。主，阮也要为着阮遮的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的宣教师，无论伫什物款的所在，主恳求你守护因平安。阮也要为着今仔日所听见大专的需要来祈祷，主恳求你保守帮助，互大专遮学生会当伫校园的时期，会当得到好的引带，伫因未来因社青也是成人的阶段，拢有上帝你的祝福。主恳求你也帮助遮的工作者，互因有臃肿的身躯。主，阮为着阮的兄弟姊妹，阮头前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带领阮，互阮每一日会当行伫你的旨意的内面。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一时来吟圣诗，圣诗399首，圣诗399首，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Joy.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